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9月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23节到26节，45节。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第9节。马太福音第8章14节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医治。生病去找医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得到医治。耶稣基督曾经对法利赛人他们说过，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而他来是为了要医治人，更是要来拯救世上的人。得医治，狭义的说，是可以针对在肉体的病、精神的病；广义的说，任何的困境都得到解决，是得到医治的一个思考。我们想一想，就是说，还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主的医治？除了身体的疾病、精神方面的疾病以外，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事情自己是无法突破，需要上帝就救恩呢？最近有一位担任过政府药物的前政务官，他为了要帮助某个候选人来站台，结果口出狂言说，台湾的家暴就是因为人民无法去打到这个台湾总统，才会回家去打太太。这样的狂妄语言让一讲出来，让原本请他站台的候选人再也不敢让他代言了。后来有人挖出他过去的访谈当中，发现其中有一题这样问了哈。他说：“你有一个女儿，你女儿生了一个女儿，你总共有几个女儿？”他就回答说：“我有2个。”在心态上，在对事情的认知上，在对于家庭暴力、社会暴力的认知上，牧师认为他有需要寻求帮助。对于这样的事，有许多朋友听到之后都觉得很好笑，但是事实上在好笑的后面却有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它是有非常严重的反社会的一个病，而且这一类的情况在我们周遭其实并不少见。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检视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原则，就是说，当有一个人对某一个事情的执着超越了常轨，甚至可以用暗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基本上这就已经是一个反社会行为，或是说在精神状态上需要寻求医治的情形了。上帝差遣摩西回到埃及去，预备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无论是对于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也好，或是埃及的法老王，摩西都认为非常的困难跟他们交通对话。他对上帝说，圣经的记载，摩西回答上主，要是以色列人不信我，不听我的话，说你从来没有向我显现过，我怎么办？所以上帝就让摩西有行神迹的能力，那目的就是要改变人的心态，让以色列人或是法老王在对于摩西所做的事情感到惊奇，并且愿意听摩西要传达上帝的话语。上帝让摩西有能力去行神迹来改变现状，又从这个现状的改变当中让人家看到，让人得到改变，
愿意接受上帝的旨意，来亲近领受上帝的拯救。这就是所谓医治的部分。我们继续在经文的记载里面看到，上主问他：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回答：一根杖。上主说：把它扔在地上。摩西把杖一扔，就变成蛇，他就逃开。上主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抓住蛇的尾巴。摩西伸手抓住蛇的尾巴，蛇又变成杖。上主说：这样做的能够向以色列人证明，上主他们祖宗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曾经向你显现。上主又对摩西说：把手插进衣襟里。摩西就把手插进去，手抽出来的时候，竟长了麻风，像雪一样的白。于是上主说：再把手插进衣襟里。他就照做了。这次再抽出来，已经复原，跟身体其他的部分一样。上主说：他们若不信你，或不信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一定能够让他们信服。如果这两个神迹还不能使他们信服，他们仍旧不听你的话，你就取一点尼罗河的水泼在地上，水就会变成血。上帝的话语非常清楚，神迹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来信服，说摩西有上帝的权柄的同在。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或是埃及的法老王并没有那么简单就能够接受摩西所介绍上帝的医治跟拯救。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概念，就是只有愿意接受并且去领受医治的人，他才能够得到医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行程当中，医治的神迹是最常被记载、最常被提起的。那么为什么呢？就如同摩西一样，以色列人不认识耶稣基督，因此就必须使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使人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跟能力。马太福音第8章14节到17节，耶稣来到彼得的家，看见他岳母正发高烧，躺在床上。耶稣一摸他的手，他的热就退了，于是起来接待耶稣。傍晚的时候，有人带了许多被鬼附身的人来见耶稣。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走了，又治好了所有的病人。他这样做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背负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无论是到彼得的家医治彼得的岳母高烧，或是有许许多多被鬼附身的人，圣经就记载耶稣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走，又医治好所有的病人。因为这样的权柄与能力，所以许多生病的人就来亲近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想要得到医治。也就如同台湾的医院门诊大厅总是大排长龙一样，因为大家身体不适，自己有感觉不舒服，就到了医院去挂门诊。相信也想要借着医生的看诊、检查、开药，或是各种治疗的方式，期盼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呢，要相信，要亲近耶稣基督，
要接受上帝的救恩，那么我们就必要得到医治。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23节到26节，你们要感谢上主，宣扬他的伟大，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你们要歌唱颂赞他，要述说他所做奇妙的事。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愿所有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要向上主求帮助，要时常敬拜他。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要记得他所施行的审判。后来雅各到了埃及聚居的那地方，上主使他的子民人口增多，使他们比仇敌强盛。他使埃及人厌恶他的子民，用诡计对待他的仆人。于是他差派他的仆人摩西，又派了他所拣选的亚伦，要赞美上主。求主医治我们，使我们得健康；求主赦免我们，使我们得完全。也为即将侵袭台湾的台风祷告，求主帮助，求主照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